中国河南一家工厂11月21日发生了火灾，导致了38人死亡，2人受伤。当局指火灾系员工违规操作电焊引发。同一天，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也发生了爆炸。据报，现场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，浓烟滚滚，剧烈震动使周边居民楼和商铺玻璃碎裂，房屋受损。爆炸原因、何处爆炸、伤亡情况等细节仍在调查之中。该化工厂是中共一家骨干军工企业。2022年11月前后，中共媒体和自媒体报道了10多起孩子失踪案件。这些失踪孩子的年龄非常奇怪，一般情况下，海外失踪案件关注的都是儿童，也就是年龄最小的孩子，比如说3、4岁。这些孩子面对拐卖是没有抵抗力的。但是中国最近失踪的孩子都是初中和高中生。以下推论现在只是处在有可能的阶段，没有实质的证据。一是中共的体检或者是防疫数据泄露，也可能引发犯罪团伙对特定人群的关注，比如说特殊血型人群的器官配对。二是中国的器官黑市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系统，而是依附在中共的器官捐献网络上的存在。学生大规模失踪案件的发生，中国很可能以监控学生行踪为由，把健康码变成行程码，永久存在，监控从大到小每一个人的行踪，中国就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露天大监狱。中国房地产业日益趋冷，外媒披露，中共多地政府使用造假方式，试图维持房地产热度，包括临时开设新公司，大量购买自家出售的土地。报道指出，今年中国22个主要城市的土地竞拍，有大约60%的土地是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中标，其中大部分是由地标准出售。对于地方政府来说，如果没有人买地，将对整体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产生巨大影响。因此，这种自己出售自己买的操作可能还会持续。印尼爪哇岛21日发生了5.6级强烈地震，当地官员指出，强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62人的死亡，数百人受伤，还有多人失踪。国家灾害应变总署指出，强震导致了大约2000吨房屋的受损，救援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深夜，仍有25人困在废墟中。11月21日，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伊朗对英格兰的比赛开始前，当伊朗国歌在体育场内响起时，11名伊朗运动员保持了沉默，以拒绝唱国歌的方式向伊朗国内的抗议民众表达了支持。由一名年轻女子的死亡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已经在伊朗持续了2个多月。这次抗议被认为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，伊朗政权遭到的最大挑战之一。人权组织称，抗议爆发以来，已经有超过380人在当局的镇压下丧生，包括58名的儿童。卡塔尔周一宣布了与中国达成的一项为期27年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。卡塔尔称，这是在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中，该国所签订的有史以来最长的合同期限。卡塔尔已是世界上领先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国之一，水平与美国和澳大利亚齐平。近海的北方气田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，由卡塔尔和伊朗共享。